大家好，以下落嚟係 To Create a Super Story 嘅教學短片。喺短片入邊，我會介紹返 To Create a Super Story 嘅一啲基本功能同埋使用方法。啱啱步入文字學習階段嘅小朋友，好多時都會因為詞彙量唔夠豐富而無法確切咁表達自己。To Create a Story 就提供一個以畫畫為主、寫字為輔嘅方式，俾小朋友可以表達自己內心所想。小朋友可以透過呢個軟件創作出一個個故事，等佢哋可以用講故事嘅方式嚟作文，刺激佢哋嘅創意思維，同埋鼓勵佢哋寫作。仲可以將故事列印出嚟，做成一本故事書。而家嚟講解下 To Create a Story 嘅使用方法。呢個係 To Create a Story 嘅主畫面。為咗照顧到小朋友嘅需要，所以畫面係設計得非常簡潔。左邊嗰排顏色筆可以隨意選擇一支進行繪畫。如果想取消頭先嘅動作，可以撳左上角嘅 Undo 按鈕消去，亦都可以使用顏色筆最上面嘅擦膠擦去某個部位。而下邊就係文字輸入框，可以俾小朋友根據佢哋嘅圖畫編寫佢哋自己嘅故事。如果老師覺得淨係得顏色筆唔夠用，可以開啟老師選項，同時撳 Ctrl、Shift 同埋 O 掣就可以開啟到老師選項。喺呢度可以對佢嘅用戶界面進行調整，將 Classic 轉做 Tools 就可以開啟到更加多進階嘅功能，例如畫長方形同埋圓形，又或者係畫直線、填色同埋噴刷功能。呢啲都係 Tools 呢個界面先會有嘅功能嚟㗎。撳下方嘅垃圾桶圖案，我哋就可以將呢個頁面清空。試完呢啲基本功能之後，我哋而家嚟正式試下畫一個故仔啊！我哋可以喺左邊揀選需要使用嘅工具同埋顏色，然後喺畫面度作畫。下邊就可以輸入我哋嘅故事。撳上邊呢個字母 A， 可以對字形、大小同埋顏色作出改動。撳呢個喇叭就可以為畫面加入聲音。我哋仲可以為畫面加入一啲動畫效果添。撳下邊嘅綠色三角形就可以預覽畫面效果。用右下角嘅綠色箭嘴按鈕嚟到第二版，繼續畫我哋嘅故事。喺一版度，我想令個人仔向右邊走，咁我就加個動畫效果落去。第三版呢度，我想畫一個 lift 門，為咗令到有 lift 門嘅效果，我哋可以加呢個將畫面分開嘅特效。我哋可以選取一隻顏色，將畫面填滿，咁樣一陣間畫面就會由中間分開兩邊。寫完故事之後，我哋再去更改字形顏色同埋大細。
咁樣呢一頁嘅畫面就會由中間分開，好似呢門咁樣啦。為咗營造氣氛，我哋可以加返個驚嚇嘅聲音效果，出嚟嘅效果就會好似咁樣。然後我哋撳右下角嚟到第4頁，呢個就係故事嘅結尾啦。究竟打開呢門，我哋會見到邊個呢？原來喺 lift 入邊嘅係我嘅朋友喎，真係虛驚一場啦。為咗表現呢種詼諧嘅氣氛，我可以撳上面嘅喇叭插入音樂文件，可以選擇使用 WAV 或者係 MP3 嘅檔案，亦都可以俾小朋友用咪錄低佢哋嘅聲音。呢個係錄音掣，完成之後撳呢個停止掣，再撳 play 就可以播放一次聽下啦。而家我哋要用呢個 keyboard 去彈出我哋想要嘅配樂。我哋亦都可以根據畫面鍵盤上面顯示嘅英文字母敲打我哋嘅 keyboard， 就好似彈琴咁樣。一共有3種樂器可供選擇。撳圓形嘅錄音掣，然後就可以開始彈啦。完成之後撳正方形嘅停止掣，再撳3角形嘅播放掣，就可以將頭先嘅樂曲播放一次。然後我哋呢個版面加個漸變效果，咁樣一陣間個人就會慢慢咁出現嘅啦。撳呢個綠色3角形嘅掣，就可以將我哋嘅故事從頭到尾播放一次。呢個故事完成咗啦，咁我哋而家就要將佢儲存起嚟。撳左上角呢個磁碟形按鈕，改返一個作品名稱。我哋可以選擇呢個 SWF copy。如果我哋 save 成 SWF 嘅話，即係 Flash 檔案，咁樣我哋就可以喺網上發佈，或者係應用喺其他應用程式度。完成咗之後，撳呢個開啟資料夾嘅按鈕，就可以揾返我哋頭先儲存咗嘅檔案。我哋可以同時撳 Ctrl、Shift 同埋 O 掣，開啟老師選項。咁樣我哋就可以將檔案嘅儲存路徑改動。呢個 Teacher Options 入邊仲有好多其他嘅高級設定。老師可以根據自己需要嚟設定呢個軟件。既然呢個故事已經完成咗啦，我哋可以撳左上角嘅 Print button， 將故事列印出嚟，製作成一本實體嘅故事書。印好出嚟之後，會係咁樣嘅樣。我哋只需要將佢摺好。注意，如果你列印出嚟嘅係黑白色嘅公仔，咁樣可能你就需要喺控制台嘅列印機選項入邊修改一啲設定，先可以印出彩色嘅故事書。摺好出嚟就會係咁嘅效果。咁樣小朋友亦都可以將佢哋嘅大作製作成真實嘅故事書啦。To create a story， 除咗自己畫之外，仲可以插入圖片。例如小朋友好鍾意消防車，佢可以上網搜尋一張消防車嘅圖片，然後將佢加入到 To create a story 入邊，再喺上面進行作文，同埋喺圖片上面畫出一啲自己鍾意嘅公仔。咁樣小朋友嘅作文課就可以變得更加有趣得多。
同埋即使小朋友嘅畫畫能力仲未足夠，佢哋都可以使用真實嘅相片嚟補足佢哋嘅不足。咁佢哋自由發揮嘅空間就會大好多，並且唔會受佢哋嘅繪畫能力所限制住。所以 To Create a Story 係非常適合幼稚園階段嘅小朋友使用㗎。To Create a Story 嘅教學就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收睇。